由馬浚偉主導改革嘅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今年再次成為樂壇焦點。距離頒獎禮仲有2個多月，馬浚偉以廣發英雄帖，更向內部講明唔准大細超，誓要將豬肉獎嘅傳統一掃而空。不過，最震撼嘅消息係，馬浚偉竟然親自致電邀請啱啱恢復獨立歌手身份嘅炎明熹擔任表演嘉賓，力撐呢位有天分嘅未來少女喺頒獎禮力求公平公正嘅大前提下，人氣組合 Mirror、Error、Color 等又會唔會齊齊撐場，令呢場樂壇盛事更加星光熠熠。一年一度嘅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將於12月27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賀公元前5年隆重舉行，並將會同舊年一樣，喺下午3時開始。頒獎禮嘅發佈會則定於10月29日舉行。自從去年新城廣播行政總裁馬浚偉上任後，新城勁爆頒獎禮就進行咗大刀闊斧嘅改革，成功擺脫豬肉獎嘅標籤。除咗增設公平公正嘅音統會外，更破天荒將頒獎禮提早到下午3時舉行，令活動更聚焦喺音樂本質上。據行內消息人士透露，距離頒獎禮尚餘2個多月，馬浚偉以廣發英雄帖俾各大唱片公司，甚至連獨立歌手都收到請柬。消息指，馬浚偉本身歌手出身，飲水思源，十分明白歌手1年嚟嘅努力。佢已向新城內部講明，今年勁爆頒獎禮更加要抱持開放態度，歡迎所有唱片公司參與樂壇1年1度嘅盛事，不論大細唱片公司，甚至獨立歌手同樣無任歡迎，講明唔准大細超。呢種不分派系、只睇實力嘅態度，係樂迷最希望見到嘅。一向重視人才嘅馬浚偉，對啱啱宣布以獨立歌手身份發展嘅炎明熹表示十分欣賞佢勇敢接受新挑戰。由於炎明熹出道以來，私下同馬浚偉特別投緣，關係甚好。據悉馬浚偉更親自邀請炎明熹擔任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嘅表演嘉賓。要知道，舊年勁爆頒獎禮，炎明熹喺雪藏期間，即使冇歌曲打入勁爆年度歌曲獎10大，但仍憑實力獲頒勁爆10大卓越歌手獎，可見新城對佢嘅重視。至於人氣組合 Mirror 方面，新城對佢哋所屬嘅大國文化亦保持非常開放嘅態度，尤其係姜濤、陳卓賢 Ian、呂爵安 Eden 以及 Error、Color 等組合，一直深得新城歡心。據知新城同樣會力邀佢哋出席。喺馬浚偉不准大細超嘅全新原則下，今年嘅新城勁爆頒獎禮有望成為真正嘅樂壇盛事。大家最期待邊位歌手喺頒獎禮上攞獎？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